头壳痛或者是偏头痛是袂少人的困扰。临床上大部分发生伫20到45岁之间，而且女性较侪。如果初期无治疗，大约有2%会演变成慢性。慢性有可能一听就几啊点钟，或者是几啊天。健保署对今年3月核准一种与钙基因相关的生态拮抗剂来治疗慢性的偏头痛。不过，健保的给付也是有条件的限制。GRP 我们叫做异钙素相关基因生态，那这个大概是就是偏头痛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传导物质。那你把这个物质抑制住，理论上它70%-80%的头痛大概就可以被抑制下来。那当然是偏头痛了哈。那目前这个药大概健保可以核准是在第一个就是慢性偏头痛。那慢性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头痛超过3个月，那其中里面头痛有15天，那8天是属于偏头痛这种正波动型的。那第二个就是说病人要吃药物超过3种以上，效果临床疗效都不好，那才能够申请。那申请我们是希望病人能够做头痛日记的记录，那个记录就有一个制式的格式，让病人只要填上去就可以。但是你没有记录，大概用讲的，大概健保不容易通过。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头痛严重的病人，那真的是你一直吃药，止痛药医不医，很多止痛药都一直效果不好，那疼痛的次数越来越多，那或者是频率很严重，那痛起来生活品质很差的，那这种其实我觉得可以来找专门的医生，那我们可以评估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就会帮你申请健保的给付，那可以每个月省掉你1-2万块的一个支出，应该也算还不错。那治疗上就是病人自己也要规则化的运动。食物作息那个都要规律性，越规律就越不会发作了。基美医学中心以去年总共12位接受这种药物自费治疗，家己感觉有改善的有7成，而且以头壳痛的程度上悬9分，平均下降到4.72分。因为这种的针剂并无俗，现在健保有条件的给付，对慢性偏头痛的患者嘛是一种的福音。台南新闻联跟刘品言采访报道。